大家好，我是հիմ啦。我嘛要到做兵的年岁啊，咱讲真的，我真正无想要做兵啦。我的一寡朋友嘛甲我有同款的想法，所以拢会想一寡有空无损的，看安尼就毋免搁再做兵无。就像我的同学阿狗啦，伊去体检的时阵，就甲医官讲。医官啊，我血压非常的悬啦！你看，我的面拢红光光呢。我这种情形无法度做兵啦。医官讲，我昨暗啉酒，面嘛拢红光光，但是我无高血压啊。你莫搁伫遐骗啦，等一下血压量就知影。阿狗这招呢，就去互医官掠包咯。搁过来是我的朋友马啊，马啊体检咧做视力测验的时阵，拢甲医官讲，看无啦，或者是看袂清楚啦。医官嘛当作无要无紧。伫咧测量到一半的时阵呢，医官的落地啊，一张恶面呢落伫咧涂骹。医官假无意讲有代志去外口一个。马啊，看医官走了后呢，赶紧行向前，将这张恶面的用脚先甲搭咧。正当伸手要去甲扣的时阵呢，医官雄雄徛伫边仔讲：毋是拢看无，毋是拢看袂清楚，安怎？即马马骹踅出来啊吼！我甲你讲啦，顶遮一只牛，我嘛是用这招，结果甲你同款，牛骹踅出来啊！马啊，这招嘛同款，互医官掠包。阿狗也是我的换贴兄弟，伊去体检的时呢，听力测验拢甲医官讲，听无啦，听无啦。就算医官雄雄叫伊的名，伊嘛真镇静，当作听无。过来医官就互伊听查某囡仔伫遐嘻嘻嗨嗨的声，然后。阿狗的身体某一个部位就反应啦。医官讲，毋是拢听无，哪即马就有反应啊？所以阿狗啊，这招对医官嘛无路用。我是咧想啦，若真正要互医官开出免做兵的证明。用骗的，迄用掠包的机会一定真大，所以手段爱较凶咧，干脆规副生理甲切掉啦。安尼肯定就毋免搁再做兵啊！生理切掉了后，我去体检，真正是毋免做兵啊！因为医官看到我就讲，你伤大颗啊，毋免做兵。